埋上面。講啊，或者你收唔到音樂啊？呢一度咧就係柴灣道裕興樓嘅門口嚟嘅。咁啊，政府咧一方面話藍天行動廣種樹木，但係你睇到呢棵大樹喺側邊一個呢個電線井，兩個、三個、四個井，係將整個樹根咧係重係幫佢削根嘅。呢棵大樹咧，基本上咧啲根部咧已經係俾佢呢啲咁嘅工程咧係將佢削咗根。呢棵樹咧有機會係跌倒嘅，大家睇到啦，呢度有個窿，呢個窿咧已經係因為下低底部根咧已經俾人挑通晒啦，冇晒根啦，政府嘅保育政策就係咁啦。你睇到成個大窿喺度，即係可以養到貓狗都得㗎呢度，咁你睇到咧成個樹嘅底部咧係俾一啲掘路嘅工程咧係將佢啲根全部斬除嘅。喺咁嘅情況下，呢棵大樹好大機會會倒落，所以咧政府咧應該要睇睇，如果呢棵樹唔適宜再喺度種嘅，應該拎走佢，唔好倒閉啦，一係就係諗下點樣去救呢棵樹，但係點救都冇用啦。你睇到呢啲電線井已經將啲根部咧全部砍甩晒㗎啦，所以政府話佢會救樹，其實就係殺樹。呢個地政處、路政處就冇監管，就算康文署救幾多樹，都唔夠佢哋將啲根部殺晒嘅。